师兄，真的有分析师敢喊白银$300吗？有阿拉斯泰尔·麦克劳德50年金融资历，他说白银今年就有条件冲到$300甚至更高。现在才70几美元，$300的依据是什么？他说有3股力量同时爆发：光伏电动车的工业需求，亚洲人把黄金换成白银的货币需求，还有地缘政治，3个维度叠加，主流机构的线性模型根本低估了。有数据支撑吗？有中国今年3月单月白银进口量是过去10年3月平均值的2.7倍，创历史纪录。麦克劳德说，这2股不相关的买盘同时涌向白银，市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。他什么时候认为会到300？他没有时间表。他说价格的走法不是线性的，是跳跃式的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记住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想听麦克劳德的完整论述，完整集数连结在下方说明栏。拜拜。拜拜。